讲这话了后，差不多8日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三甲上山祈祷。祈祷的时，伊的面貌有各样，伊的衫白个光亮亮。忽然有2个人甲伊讲话，摩西、也因伫阳光出现，谈论伊的价值，就是伊伫耶路撒冷所立过的。彼得甲同彼得的人下身灵气，到以前时看见耶稣的阳光，以及甲伊彼得的迄2人。3节，当迄2人离别伊的时，彼得对耶稣讲：“先生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伊毋知伊所讲的，讲这话的时，有魂大音，因入伫魂内就惊，有声对魂内出讲：“这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敬的，恁就听伊。”这个声已经出，就看见耶稣家己伫地，学生静静，彼时无将所看见的甲人讲。讲道，请陈美玲牧师，请你的解释拄着荣耀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面对生活的日常，咱因为习惯，咱定定就无要无紧。亲像咱拢知影，咱每一年拢有防空的演习，但是请问，伫防空的演习之前，你敢会去查询伫恁兜附近上近的避难所伫倒位？咱无，咱拢是等防空演习迄天醒一单，除了伫路里的车辆爱停落来以外，咱其他的人游玩是维持咱生活的脚步。另外，咱中间若做学生的，日常的生活就是上课拄句、下课讲话。上班的兄弟姊妹嘛，可能趁上班的时间拍电动，也是上网购物、开会时放空。基督徒做对礼拜的定数已经非常熟，所以嘛可能会期待讲私会的祈祷会当较长寡，安尼度过的时间就会当较长。为什么咱做遮个代志的时会是安尼的态度？因为遮个拢是日常，无啥物特别的所在。毋过有一届我伫上山国小上课的经验，互我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迄天上课到一半，突然间发生地动。虽然毋是真大的地动，但是所有的小朋友第一的反应就是囍伫桌仔边，双手压伫头壳顶。只有我一个人徛伫。小朋友就讲：“老师，你哪无囍伫？”我感觉真趣味，但是我嘛马上囍伫。发生地动的时，本来咱就是应该囍落去。并且保护咱的头壳，但是我无要紧啊，因为对伫我即个已经习惯地动的台湾人来讲，哎呀，这小地动，敢有需要搁做甲安尼？地动定定咧发生，做地动的时，咱咧困的时照困，电视照看，除非嗨甲真厉害，若无咱无任何的危机的意识。咱也袂去正确的反应。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，3个学生彼得、约翰甲雅各的境遇嘛是安尼。耶稣带这3个人上山去祈祷。对这3个人来讲，因非常习惯啊，因为这3个人定定甲耶稣做伙。其实伫上山祈祷之前的几工前。耶稣也则带因入去迄个管会堂的叶老的厝里，互这3个人见证叶老的查某囝国外的新约。所以今仔日耶稣带因3个人上山，因感觉甲平常共款，无啥物特别，嘛无啥物好期待的。但是这个时间点就是毋是一个普通的时间点。经文一开始甲咱讲。讲这个话了后，差不多8日，可见今仔日这段经文
甲8天进前耶稣讲的话真有关系。伫8天进前发生什么代志？伫8天进前，耶稣才用5块饼、2尾鱼，互5000个人食饱。但是伫众人拥护下面，耶稣带学生离开人群，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去祈祷。伫遐，耶稣嘛考验这学生对伊的认捌到底有偌济。有的学生讲：“哎呀，我听人讲过，讲你是行洗礼约翰。”因为当时行洗礼约翰已经互抬头死啊。有人讲你是以利亚先知搁有啊，也是你是早时某一个先知搁有啊。众人会有安尼传说，是因为耶稣捌行过几啊摆的神业。但是耶稣问这学生：“恁讲我是一罪，因为恁袂当听别人讲，恁就认为是安尼。恁到底是安怎伫看待我？”伫遮彼得回答讲：“是上帝的基督。”这段经文伫马太福音16章嘛有记载耶稣的回应。耶稣学老彼得讲：“西门巴约纳，你是有福气。因为迄气肉体无指示你，就是我伫天里的爸指示你。”彼得这3年来跟对耶稣的经验，互伊对上帝遐有得到启示，会当讲出迄段话，伊认出耶稣的身份。但是耶稣甲吩咐学生讲：“你毋通将这个事甲别人讲。”奇怪，讲毋是真好吗？大家就当知影耶稣就是基督，这毋是较省事吗？兄弟姊妹，咱即马伫读圣经，咱看耶稣讲这话非常的合理。但是若当时的人因还未经历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有可能就引起争议，甚至马上互祭司或者经学士判伊是异端，就会影响耶稣了后的工课。所以时还未到，耶稣禁止伊学生将伊就是基督的安尼事来传扬出去。所以伫行这个事、讲这个话了后的第8天，耶稣带学生上山，因毋是去运动，因是去祈祷。伫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内面，咱定定看见耶稣是退去无人的所在，伫遐祈祷。有时伫旷野，有时伫海边，有时去到山顶。并且耶稣嘛是安尼教示咱，着安尼祈祷。耶稣有讲：“独独你祈祷的时，进入你的密房，关门，求你的爸点伫稳目的，就伫你的爸监察伫稳目的，来报答你。”所以有人称安尼的祈祷叫做密房的祈祷，内室的祷告。密房的祈祷，毋是讲咱将门关起来，然后祈祷，伊是讲咱将伫世界的触觉收转来，单独甲上帝面对面。这无简单，因为咱伫世界的训练，就是咱爱不断去回应。有人甲咱讲话，咱就爱回应伊；有啥物代志出现，咱来马上想办法来处理。所以，咱活伫一个会耗尽咱所有气力的一个世界，咱有真侪压力，咱嘛定定感觉咱的身躯、咱的心灵会疲劳，然后咱看所有的代志就是绝望，就是忧伤。当然，信耶稣的人甲无信耶稣的人，拢会遭遇苦难。但是，唯一中间无共款的是，上帝有应允咱。伊甲咱伫地，伊要想事，互咱有信心甲气力，伊会互咱有够爷气力来面对。但是咱爱知影的是，咱去度假，咱去食好食的物件，咱去 shopping， 这拢无法度帮助咱来恢复这个气力，因为这个气力唯一的来源是上帝。咱爱做的，就是将咱这个插头插伫上帝这个源头的插座的顶面。所以每一天，咱会当找一段时间，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咱吟诗，咱才有顺序读圣经，然后你照你所读的经文来做祈祷。
比如今仔日，咱即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带学生上山去祈祷，你就会当接续伫你即天的下面，继续用即段经文来祈祷。你时时伫头壳内提醒家己，我爱主动亲近上帝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对读的迄段经文无特别的领受是要安怎咧？咱会当直接转向上帝，向伊来忏悔。哎呀，上帝，连耶稣拢祈祷啊，凭什么我无要祈祷咧？就伫即时，你会发觉，你甲上帝已经开始伫对话啊。你若阁想讲，哎，我毋知影要讲啥呢？我毋知影要安怎祈祷呢？你嘛会当用诗篇，你嘛会当用主祷文，也是一寡人已经写好的祈祷文。甚至咱即马有 ChatGPT， 你嘛会当请伊提供用 AI 提供一段会当互你祈祷的祈祷文。会记得以前马约翰牧师有介绍过一段非常出名的耶稣的祈祷文，咱会当将伊背起来，随时提出来祈祷。伊非常短，只有这个字：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请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请怜悯我这个罪人。这个祈祷文袂复杂，并且当咱不断用伊伫祈祷的时，也不断地强化咱的信念，照着咱祈祷的喙，照着咱祈祷的心，咱伫宣告主耶稣的主权。伊是咱的主，伊是咱的上帝，咱的性命伫伊的旨意的内面，并且透过伊道家肉体的事实，咱嘛愿意委身伫伊。毋过，咱非常需要上帝囝的怜悯。咱才会当伫即个罪恶的世间，行出上帝囝儿的身份。所以这段经文，兄弟姊妹会当甲背起来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请怜悯我这个罪人。伫第世纪的希腊，有一个少年的信徒叫做马克西姆。有一天，伊行过教会，伊听见内面的信徒伫宣读保罗的批信。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5章17节，遐信徒伫遐读讲，着祈祷无煞，不住的祷告，着祈祷无煞。伊行过去，听到安尼话，伊好亲像互这话拍着，所以伊决定放落伊所有的代志，伊去到附近的山里坐落来开始祈祷。伊是一个农夫，但是伊知影非常侪的祈祷文。所以，伊坐伫遐，就不断伫遐读伊所知影遐祈祷文。渐渐伫读的时，伊嘛感受到上帝甲伊同在。但是太阳落山，四季哪来哪暗，嘛哪来哪寒。伊开始听见四周围有真侪可怕的声音，有野兽伫遐绕树啊。有细只动物，互迄个大只动物夹死，迄个惨叫的声音。伊嘛伫黑暗中看见遐野兽伫死的目睭，伊感觉家己就亲像是一只无力会当保护家己的动物，所以伊停止伊会晓背的祈祷文，伊发出亲像巴底马迄种刻薄的喊话讲。主耶稣啊，上帝的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伊就安尼化规暝，伊渐渐光，遐野兽拢困去啊。马克西姆想讲家己安全，就想要出去挽家子来治疗。但是伊嘛意识到，遐野兽嘛有可能匿伫树林内面，所以每一届伊踏出一步。伊就祈祷讲：主耶稣啊，帮助我！上帝啊，求你救我，保护我！就安尼几啊年过去，有一天，马克西姆拄到一个年老的修道者。这个修道者非常关心马克西姆，问伊讲：你有啥物秘诀，互你学会晓
就祈祷无煞。马克西姆甲伊回答讲：是魔鬼教我会晓安尼的功课。伊解说讲，伊是安怎适应伫黑暗中遐恐怖的声音。但是当伊适应啊，其他的试探、其他的引诱、逐样的情绪嘛缀伫出现。所以对迄时开始，伊随时拢伫喊话讲：耶稣啊，怜悯我！上帝啊，请帮助我！我安尼经过几啊十年，耶稣出现伫伊面头前。马克西姆内心所有的惊吓不安，才真正无去。迄时伊讲：我真正学会晓，若无主的临在，我有偌无助甲绝望。所以直到今仔日，就算讲我的内心是安怎平静喜乐，我嘛是会继续祈祷讲：主耶稣啊，上帝的囝，请你怜悯我。马克西姆毋是避开所有的混乱，伊甲去学习祈祷。伊是了解混乱的危险，伊才去学习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嘛需要安尼。如果咱有意识到咱的环境是偌有混乱，咱若意识到魔鬼伫内面行来行去，随时要找迄个会当吞食的人的时，咱才意识到有偌危险，咱才意识到我有偌需要祈祷。所以伫生活中间，咱需要设定一段爬山的时间。咱爬山祈求一段安静的时间，甲上帝亲密的时间。若无真正，咱毋知影要安怎来行落去。耶稣知影伊家己伫未来会受难，所以伊伫内心真艰苦的情形下面，伊毋是避开即个危险，伊是选择带这3个学生上山祈祷。耶稣带这3个人，一定是非常望讲，这3个甲伊平常较亲近，并且认出伊真实身份，嘛知影伊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的这学生，会当甲伊做伙祈祷。但是事实是安怎咧？这3个人困去啊！所以当耶稣的面貌改变，耶稣的衫白甲光亮亮，有2个人甲耶稣伫遐讲话。这其实拢是学生突然间醒过来时所看见的，但是因慢一步啊，因无听到这3个人到底是伫谈论什么。伫经文甲咱讲，伫遮甲耶稣对话是摩西甲以利亚，因伫遐谈论耶稣会过身的代志，并且嘛讲到讲，伫40天了后，耶稣要伫耶路撒冷完成的代志。为什么是摩西？为什么是以利亚？毋是其他的人咧？因为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，所以伫遮表示的就是律法甲先知，拢是为着耶稣要完成救赎的工作来做见证。这段经文伫马太甲马可嘛有记载。但是只有今仔日咱所读的路加福音所有记载讲，这3个人谈论的是耶稣要过身的代志，以及耶稣伫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代志。过身这个字，伫希腊原文用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。这个字甲出埃及的出埃及这个字是共字，所以摩西甲以利亚。甲耶稣因所谈论的，毋是讲耶稣伊的死日是日价即个悲剧，因谈论的是耶稣会带来，要讨帮所有人类新会出埃及的工课。咱若看出埃及记，会知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，一路非常的辛苦，因伫旷野漂流，拄着侪侪危险甲攻击。但是咱嘛知影，这是一个过程。
因为路尾就是因行到上帝应允因的迄个橄榄地。这条路嘛是耶稣要行的路。虽然是日月的道路真痛苦、真歹行，但是伫十字架顶就要显明上帝极大的荣光甲计划。所以咱会当讲，耶稣上山祈祷，然后摩西、以利亚出现，甲伊谈论的毋是一个绝望，毋是一个恐怖的结局，反倒是一个荣光的愿望。只要行过这个十字架，上帝救赎计划就要完成。所以伫基督的内面，耶稣重新得到快乐。就伫这时，这三个学生困醒啊！伫目睭还未完全拍开，伫意识还未完全清醒的时，因看见摩西甲以利亚得要离开。为着要安堪家己困去的歹势，彼得讲出一句真奇怪的话：“先生，咱伫遮真好，阮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咱伫遮真好。”即句话定定伫教会界举行的一寡活动会听见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但是路加甲咱讲。这句话是彼得伫糊里糊涂的情形下面讲出来的一句话，所以兄弟姊妹千万唔当随便引用圣经。彼得伫遮讲的真好，是甚物款的真好咧？应该唔是困甲真好的意思。彼得认为，哇，咱若会当永远停留伫这种阳光的场合。咱毋通落山去面对世间的艰难，安尼有偌好啊！所以伊继续提出伊的建议，咱来搭3间寮啊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，咱拢总留伫遮。但是伊无讲出喙的是甚物？因为伊要负责搭寮啊，所以伊嘛需要留伫遮。伊需要留伫遮，甲3位重要人物留做伙。其实想起来，彼得的建议不只啊合理，将阳光的时刻留落来，嘛是咱人的本性。但是这毋是耶稣来世间的目的，并且彼得将耶稣甲摩西甲以利亚放去同款的地位，这表示伊对耶稣的身份还未完全的清楚甲认同。因为律法甲先知的工课，敢若是要引带人来认捌上帝救恩。律法甲先知虽然真重要，但是袂当甲基督来比明。就亲像歌罗西书2章17、15讲，遮的拢是将来事的影，遮的是啥？就是先知甲律法，遮的拢是未来的影。若是行，就是基督；真实是基督。律法甲先知是为着要引带人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所以袂当将律法、先知甲基督来放伫同款的地位。彼得想要将阳光的时刻留落来，这嘛好亲像是伫反映咱的属灵的状态。有时基督徒积极追求属灵的高峰，亲像讲方言、做义梦、行奇事、看见新野，但是较袂记得爱行落山，较袂记得是生活内面也爱回应上帝的呼召。所以千万毋通一直执意伫追求家己的属灵的状态。咱非常需要去实践咱的信仰。当然，逐工读圣经、祈祷、追求属灵的恩赐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，咱若毋肯去分享恩赐、使用恩赐，去甲别人相处，这不过拢是理论，敢若是你个人自我感觉非常好那尔。当然，落山进入世界。
是一种的冒险，咱嘛可能会受伤，咱嘛可能会跋倒。但是这是耶稣予咱的使命，耶稣是爱咱去往普天的传福音，毋是来咱伫遮享受。所以毋是留伫遮真好，是咱爱踏出去，将耶稣的救恩带互有需要的人。这段经文嘛非常值得咱的注意，因为就伫彼得乌白讲话的时，学生竟然互纳入去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，有魂搭因，魂来啊，搭伫因的身躯顶，拢看无到底是啥物，这互因非常的惊吓。想讲，敢是因为阮拄仔偷困？也是我讲毋对话，所以上帝处罚临到啊。但是即时有声音对魂里出来讲，即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敬的，恁着听伊。有魂出现，有声音对魂里出来，意思就是上帝显现啊。但是，互咱读者上惊异的就是，上帝竟然会对一群无警醒、乌白乱讲话的学生显现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这嘛是咱的福音甲愿望，因为咱有时嘛甲这学生共款，虽然认捌耶稣久久，但是糊里糊涂，无保持警醒，3工拍鱼，2工曝网。有时甚至连咱家己拢怀疑讲，上帝哪有可能会接纳安尼一个我咧？毋过学生的经历，互咱看见，上帝用软弱的人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带念咱人的软弱，咱嘛毋是靠家己的努力来替换上帝要互咱的恩典。所以，伫咱面对困境、看无头前的路、啥物拢想无的时，咱毋通认为讲，哎呀，是毋是我遐尔无好，所以上帝才离开我？上帝永远袂离开。但是，到底是啥物阻挡咱看袂见上帝荣光、甲上帝同在咧？我想保罗伫哥林多后书3章有提起。犹太人因要看袂见耶稣的荣光的经文，也是咱的写照。而且讲是因的心变做硬，到伫今仔日因读旧约的时，迄个皮犹原直直无掀开，即个皮对基督就废去。独独无论什么时因归向主，皮就除去。但主就是迄个神。主的神伫倒位，迄位就有自由。犹太人因的配是啥？律法、教条、规矩、安息日的条例。咱可能这毋是咱的配，搭伫咱内心的毋是这个教条，毋是这个律法。但是搭伫咱的心的有可能是啥？忧闷、艰难、无信、不安。不平，这物件亲像被搭伫我的内心，互咱看袂见上帝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上帝荣光显明伫彼得，显明伫雅各甲约翰的面前，用一群遐尔无知、遐尔愚戆、佫无敬醒的人显明，这带互咱非常大的安慰甲愿望。对魂里出来的声有讲，即个是我的囝，我所敬的，恁着听伊。即句话嘛出现伫耶稣领洗礼的时。上帝讲即句话，不但是对耶稣身份的一个肯定，并且也是对耶稣的赞美。耶稣伊无需要人的洗礼，但是为着要诚做模范，伊领受洗礼，所以上帝学了伊。伫今仔日这段经文，耶稣顺服，愿意行十字架的道路，来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，所以上帝搁一届来学了伊。当婚礼的声音停止，
摩西、以利亚嘛消失。学生敢若看见耶稣伫遐，所以今仔日上帝所讲的这两句话，恁着听伊。敢若看见耶稣敢若看见耶稣伫遐，这拢伫提醒学生，着转移焦点，爱因对律法、对先知的话，转往来看耶稣，转往来实践耶稣的教导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看起来是非常的阳光。虽然是伫描写耶稣改变伊的面貌，但是这毋是今仔日经文的重点。今仔日的经文的重点在伫，这学生领受的毋是一个阳光的异象尔，因领受的是一个使命，是一个爱行落山的使命。并且伫实践这个使命的时，无看别人，只有看耶稣，只有聚焦伫耶稣甲耶稣的教导。兄弟姊妹，这嘛在提醒咱军队耶稣的骹步的时，咱的焦点到底是放伫倒位咧？是放伫团契生活带互我的温暖的感受吗？也是放伫迄个我服侍过程中间所带来的成就感咧。但是这拢毋是耶稣本身。咱追求信仰，若是看重这个过头伫耶稣，有一日咱会跋倒，咱会失望，因为人总是人，拢有软弱的时阵。所以耶稣上帝用这个异象，互这学生，互咱看见军队主的过程，目睭所看的只有耶稣一人，用耶稣来做咱的模样，做咱的目标。另外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嘛提醒咱，信仰毋是嘴讲的，心想的就好。信仰是爱行出行动的，并且信仰嘛毋是爬上山，伫遐享受恩典就好。信仰是爱行落山，爱进入世界，爱甲欢喜的人共欢喜，甲悲伤的人共悲伤。所以，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无应该看世界是一个恐怖、爱离开远远的战场。咱看世界应该是一个锻炼的场所。锻炼啥？无论咱甲人交陪，无论咱甲人计较，拢是咧锻炼咱的灵性，并且嘛是咱咧引带人就群主的好机会。今仔日是教会节期的变貌主日，因为耶稣伫山顶改变伊的面貌，然后搁来的拜三叫做圣会主日。较注重礼仪的教会，因会伫即个拜三抹灰也是夜灰，用安尼来表明因的悔改。然后对圣会主日开始算，无包括6个主日的40天，叫做大斋节期。大斋节期结束就是国外节，伫庆祝国外节进前，咱需要经历耶稣的受难、耶稣的牺牲。所以，愿望对今仔日开始，对圣会主日，就是后礼拜三开始的40日，咱聚焦伫主耶稣。咱军队圣经内面所描写耶稣的脚步，咱做伙来思想、来反省，并且来敲找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也足愿望会当看见阳光的异象。主，总是阮相信，安尼异象已经显明伫圣经内面。主，圣经也显明你的救赎的计划是遐尔大。主，阮恳求你保守，互阮愿意透过圣经，搁较侪认捌你，搁较侪看见家己的不足甲软弱。搁较侪看见你的阳光甲拯救，恳求你伫接续落来这40日，伫国外节进前来帮助阮，互阮透过经文，搁一摆甲你行一日的道路，
愿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